而家為大家介紹嘅係華潤物流東亞工業大廈。東亞工業大廈位於新界屯門河田街2號，區域內勞工充足，交通便利，10分鐘車程可達深圳灣，15分鐘到機場同港珠澳大橋口岸，5分鐘可步行至屯門站，十分適宜跨境及高貨值空運貨物倉儲。整棟大廈共有13層，總面積超過46萬尺。呢度係貨台上落貨嘅區域，有貨櫃車車位2個，貨車車位23個，私家車車位24個，可容納45尺貨櫃。大廈共7部載貨升降機，1部乘客升降機，1部消防員升降機，可以滿足客戶嘅各種物流運輸需求。整棟大廈都有華潤直營物業管理，安全標準符合行業規範嘅同時，服務質素亦十分優秀，租客滿意度上佳。倉庫樓底高3.58米至4.27米，可做工業及倉庫用途。無論係存放精密設備，還是高價值商品，包括半導體、新能源同醫療器械等新興行業，或者對倉庫條件有高要求嘅行業，都可以滿足需求。喺安全設施方面，整棟大廈已經連接消防局嘅火警警報系統，並配備自動灑水系統，同時配備咗24小時保安巡邏及閉路電視錄影監測系統。各處都有加標消防安全標誌，大廈擁有品質管理體系認證。呢個就係華潤物流東亞工業大廈嘅概況啦，歡迎聯絡。